香港點解變到咁凍㗎？已經着咗好幾件羽絨啦，都未暖過啊隻手。天啊，有冇嘢可以幫下我啊？乜你唔知呢個世界有電暖氈嘅咩？電暖氈會唔會電親㗎？仲要係白色添，咁咪好邋遢？梗係唔會電親啦，佢有過熱自動斷電保護噶嘛，而且佢仲有 timer，你睇下，佢可以由最高溫度到最細啦。如果有時怕佢熱得滯嘅，有啲人咧瞓着咗覺，可能2-3個鐘，跟住就已經係由得佢攤喺度噶啦。而且佢呢度咧，只要你掹咗個電掣出嚟咧，你將嘢就可以掉落洗衣機洗嘅啦。哇！啲料都好厚實喎，仲要係絨毛嘅質地添。而且佢加入咗咧最新嘅日本嘅水觸媒技術啊，佢咧就可以幫我哋持續抗菌啦、抗病毒啦、分解翻啲煙味啦，同埋咧佢嗰個咧可以分解一啲嘅污染物喺裏邊嘅，就好似瞓咗一架空氣清新機裏邊咁樣。今個冬天唔使怕凍啦〜